在2002年的深秋，工作小组循着牧笛声来到好山好水的美丽南庄，这里有着一群小朋友正很用心地吹着牧笛，望着他们努力的脸庞，陈以诺牧师露出和煦的笑容说：“15年了，我所坚持的梦想同样还在某边呢。”我们有一个梦想，就是说，希望在我们台湾，有人一听到直笛就会想到说啊，南庄那个地方牧笛很不错哦，那边的小孩、大人大家都会吹哦。但这是一个理想，还要慢慢去努力啊。我们已经往着这个方向在走。15年前，刚从台南神学院毕业的陈以诺牧师，带着满腹的理想来到南庄传高。没想到这里的人虽然热情，但是因为牧师不会说哈嘎发，传教相当不顺利。陈牧师想着想，既然大人无法沟通，那就从比较天真的小孩进行好了。于是便着手成立了儿童牧笛班。当初我们来到这边以我们的背景来讲，闽南人的背景来讲，好像到了国外一样，到了一个很陌生的环境，语言不通，文化背景完全都不了解。那我们要在这边怎样展开工作是蛮困难的。刚开始第一班，1988年的9月，第一班成立，8个孩子，就从8个孩子开始，达到最多大概是在5年前啦，就是我们庆祝10周年的时候，达到最多，那时候大概128个左右啦，128个左右，那几乎比我们南庄叫南庄山里面那些国小像蓬莱国小、东河国小的学生还要多。陈牧师讲的真的是相当的欢喜啊！但其实真正在讲台上指挥的，却是学儿童音乐的牧师娘，牧师的补鸟。对不起，是真美丽小姐。她坚持我们一定要用美丽来称呼她。他们夫妇俩，一个负责教牧笛，一个负责规划活动与比赛。也因为这样的分工合作，让小孩子遇到这两人有着完全不同的反应。这个好像就是自然而然就这样分工了，因为小孩子都笑我音痴嘛我说牧师绝对不是音痴，你们是显性，我是隐性的没有表达出来而已啊。我绝对不是音痴，但是音乐上的领域我没有像他那么专门，所以那个就是浅由他负责，我不介入。但是我就是规划说，好像小孩子下课以后这一些活动或者是假日的活动，他会办黑脸是不得已的啦因为他当一个老师，你在上课绝对不是随随便便，你一定很严格在要求在训练，所以无形之中因为他的工作这样，他就扮黑脸了所以大家都怕他，都比较不怕我对啊，所以我是很冤枉的其实我是很可爱陈牧师与真美丽小姐不但带着他们练牧笛，空闲的时候还会带着这群孩子到野外踏青。渐渐的，南庄牧笛班的名声就越来越响亮了。如今，这群在音乐中成长的小孩，有7人就读了音乐系，而且还有1人也怀着干文的心回乡任教。因为我小时候也是来这里学直笛，然后我觉得蛮有兴趣的。后来我就投考音乐学校，因为是我们牧师娘栽培我来考的。后来我们牧师娘就是说，因为南庄就是乡下的地方就是没有音乐老师，所以我就想说他就说那你回来好了，因为没有老师后来我就想，好那我就回来。我们问陈牧师说，牧笛班成功了，可是传教有成功吗？牧师苦笑着说，共动给通出了。牧师说，教会的教友没有变多，但是教会的朋友却变多了。我们想，他为南庄人做的一切，或许对不起耶稣基督，但是他一定对得起所有的南庄人。要小看南庄你不小心一碰到随便碰到了一个路人，都是牧笛高手我们都这就是我们的希望也许当你有一天不小心发现属于客家独有的牧笛文化时，别忘记这是当初南庄的客家人所做的努力。